各位歡迎收睇《節新聞》。第4屆行政長官誕生，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上晝投票，梁振英喺第一輪嘅投票攞到689票當選，擊敗咗何俊仁同唐英年。1號候選人梁振英先生所得票數為689票。2號候選人何俊仁先生所得票數為76票。3號候選人唐英年先生所得票數為285票。1號候選人梁振英先生在選舉中取得超過600張有效票，所以我現在根據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28條宣布梁先生當選。今屆嘅投票率有近95%，梁振英攞到超過60%選委嘅支持，佢多次向在場嘅選委鞠躬致謝，又同落選嘅唐英年握手。佢喺發表勝利宣言嘅時候話，競選結束之後唔再分梁營、唐營同何營，佢願意同唐英年以及何俊仁合作。成為回歸以嚟得票率最低嘅準特首，近期民望一直下跌嘅梁振英先向市民派定心丸。法治、人權、誠信、廉潔、新聞言論同埋集會自由，不僅係我哋香港人生活嘅一部分，更加係一國兩制、港人治港、高度自治不可缺少嘅重要元素。喺呢度，我向700萬香港市民作出莊嚴嘅承諾，我上任之後，香港市民今日享有嘅自由同埋權利，絕對唔會有任何嘅改變。佢話今次選舉有實質競爭，佢會盡一切嘅努力彌補嫌隙，社會唔應該再有陣營之分。我歡迎大家繼續提點我、批評我，我亦都衷心希望日後可以同唐先生同埋何先生合作，共建未來。選舉期間戰況激烈，難免火花四起。但係而家選舉已經結束，合作應該馬上開始。從現在開始，已經再冇梁營、唐營、何營之分，只有一個香港營，只有一個香港營。所有嘅香港人都係我陣營裏邊嘅人。佢多次被問到中聯辦係咪為佢拉票，同埋23條立法嘅問題。我唔知道你講嘅拉票活動係咩嘅拉票活動。即使過去嗰幾日，我同我嘅團隊呢都仲係一早返工，好夜先至收工。我哋做乜嘢呢？就我哋不斷去接觸啲選委，一個一個選委咁樣去爭取，咁樣去支持嘅。我相信今日投我票嘅選委呢，亦都係認同我嘅理念、政綱同埋能力嘅。你呢一度咧，會唔會亦都應承或者承諾，係喺你任內不會就23條立23條立法嘅問題呢，我會喺未來呢係廣泛聽取大家嘅意見嘅。咁係咪即係意味住你任內係會啟動呢一個23條立法嘅諮詢啦？到而家都未立法，係特區嘅一個責任。梁振英有信心組成好嘅管治班子，政務司司長就會盡量喺現有嘅問責班子裏邊揾人。另外，亦都認為未來嘅特首選舉，建制派都可以考慮設初選機制。等5年之後，香港就可以普選特首。梁振英話：如果有機會嘅話，佢一定要接受普選嘅洗禮。咁但係到時會係一個乜嘢形式嘅普選呢？梁振英並冇具體嘅承諾。無線電視記者吳景俊報道。今次梁振英勝出嘅關鍵喺投票前夕，唐營多個界別選委陸續改變取向。其中新世界集團主席鄭家純選前提名唐英年，選後就馬上為梁振英站台。佢認為各大地產商都應該支持新特首。投票日，梁振英嘅得票大躍進，比起提名時多咗384個支持者，包括由唐營轉會嘅新世界集團主席鄭家純。提名唐英年嘅鄭家純仲喺梁振英發表勝利宣言時陪埋佢一齊站台，咁同一直支持梁振英嘅地產商羅康瑞比，鄭家純企得更加近未來新特首。
我唔介意人哋點睇我，但係我嘅出發點就係為香港嘅未來，不論係以前支持邊個咧，應該係站出嚟咧就支持呢個新特首，然後先可以理好香港。何俊仁贏咗，你都企出嚟啊？一樣企出嚟。咁你覺得李嘉誠啊，或者其他三大地產商係咪都應該會即係支持？所有人都應該要咁做。1個月前，梁振英報名參選時，提名佢嘅選委有305個。咁梁振英票從何來呢？假設佢嘅基本盤冇流失，而未表態嘅310幾個選委，即使投票時全部支持梁振英，佢都只係有617票。咁顯示佢至少仲從其他嘅候選人嗰度挖走咗70幾票。而喺選舉前夕，提名咗唐英年嘅10個中總以及9個民建聯嘅選委，講到明轉投梁振英。而飲食界、鄉事等界別亦表明唔再捆綁式咁投唐英年，咁夾埋已經有70幾票，同梁振英額外挖到嘅選票數字吻合。而泛民方面，何俊仁嘅得票加埋白票以及冇投票嘅數字，大約就等於200幾個泛民選委嘅人數，咁意味住泛民中人轉投唐梁嘅並唔多。有學者就擔心梁振英嘅得票只係比過半數多一啲，得票率約6成1。嚟緊嘅施政會受掣肘，我就用一個叫少數派嘅特首去形容，即係喺呢個即係選委會裏邊，佢係低空飛過，喺社會上面咧，佢係得3成多嘅呢個支持，咁所以就造成咗佢未來嘅施政咧，佢一定係要有一個嘅即係立竿見影嘅政策，取回起碼係社會對佢嘅支持，或者對佢即係唔信任嘅情況。而有評論員認為，梁振英會先規範大財團嘅利益，以提升民望。無線電視記者何文文報道。梁振英當選之後，同家人一齊翻屋企，咁佢話未決定會唔會搬入禮賓府度住。梁振英發表勝利宣言後，同屋企人坐7人車翻山頂貝路道大閘，同競選辦啲同事聚一聚，大家辛苦咗咁多月，同大家聚一聚食間簡單嘅飯，好少人嘅。梁振英3個仔女都喺倫敦讀書，咁今次翻香港支持佢競選，咁但未必留到睇爸爸就職。有一個呢即刻要翻去啦，因為聽日呢就要有一個復活節嘅一個實習工，聽朝一早一落機就要上工噶啦。太太都講一句啊，你開唔開心啊？再乜嘢再傾啦嚇，我哋有機會再傾啦。係啊，我哋要趕住入去，佢哋有人等。好，因為仲有人有。多謝你，多謝。梁振英大約1個鐘頭後離開，已經轉坐掛有政府車牌座駕，而佢出入寓所嗰陣就有警方保護，要人組戒備。被問到上任後會住翻喺山頂大閘呢一度，抑或搬落去中環嘅禮賓府，梁振英話而家未決定，咁到時先再講。梁振英又去到候任行政長官辦公室同傳媒會面。呢一度原本係政府總部西座，候任辦公室總共有20幾個政府職員協助籌組新政府嘅團隊。無線電視記者趙婉婷報導。梁振英政府來臨，喺房屋政策方面，梁振英提出制定長遠房屋同埋土地策略。有學者估計，梁振英施政最終都要顧及發展商嘅利益。梁振英喺政綱度提出重新制定長遠房屋同埋土地策略，建立土地儲備。喺公屋方面，將已經規劃嘅35000個公屋單位提前1年起好，又每年抽5000個居屋白表嘅申請者，等佢哋買居屋第2市場單位唔使補地價。而最受爭議嘅港人港地政策，即係喺指地嘅地皮起住宅，只係限俾香港居民買，被視為限制內地人嚟香港炒樓嘅第一招。不過政綱最終版本就加入咗，如果住宅市場過熱呢一個先決條件，被質疑向發展商讓步。有學者認為，嚟緊樓市政策，梁振英唔能夠一意孤行，做一啲嘢出嚟，如果觸動到大地產商同埋觸動到百幾萬業主嘅利益嘅話咧，我相信呢個政府唔會好過咯。咁我會覺得其實講喺競選時候講咧，可以講到好盡，但係到真係落實嗰陣時咧，呢啲咁嘅考慮就不能不即係放喺個議程當中嘅。而公務員關係亦都係梁振英重點處理工作。喺投票之前幾日，有署名一群高級公務員發公開信，表明唔信任梁振英。梁振英喺競選期間多次提出支持公務員嘅言論。我哋同公務員呢一齊去定政策，更加重要嘅呢就係公務員如果受到一啲不必要嘅責難非議嘅時候呢，我哋應該出嚟撐公務員。佢喺政綱入邊就提出發展問責制，建立梯隊，增設副司長、
公務員唔需要負政治責任，又承諾增加公務員編制。公務員事務局前局長黃永平話：嚟緊梁振英可能仲頭痛過公務員。我做公務員事務局做過啦，你炒10年炒唔到公務員㗎嘛？如果調翻轉嚟講，你邊個領導公務員呢？其實頭痛就多過公務員本身，因為公務員如果同你撐嘅時候咧，你好頭痛嘅。所以你調翻轉公務員擔心我就調翻轉應該係 CY 可能仲擔心過公務員。佢又話：新任特首應該顯示佢係直接向中央負責，呢一個對建立公務員士氣好重要。無線電視記者林志豪報導。梁振英自參選以嚟強調落過區百幾次，認為自己係面向700萬市民，參選嘅政綱亦都係為民而定㗎。咁市民對佢做特首有咩睇法呢？我係落區最多、最頻密嘅參選人，一張摺凳我每一次落區都帶住，我就係坐喺一張摺凳上面聽市民嘅意見。梁振英強調自己中意聽民意，喺選舉期間到過三門仔魚棚視察。第3代漁戶陳蘇話：梁振英當選係好消息。佢人好想法，講話好直接，即係各行各業好似我哋啊，你將來要我哋提出有咩意見、有咩訴求，佢肯接受、肯去改。梁振英喺政綱入面提出支援漁民捕魚同埋協助業界轉型等等。有向梁振英表達訴求嘅漁戶話：過往嘅特首候選人甚至係特首都冇實地了解過佢哋嘅情況，梁振英係第一個，期望佢上任之後可以繼續同佢哋保持溝通。另外，梁振英話要重設扶貧委員會，亦會勘察劏房等等嘅居住環境，但有劏房住戶唔敢期望過高。我就唔敢向佢有個新嘅特首咁大壓力啦，係嘛？同埋嘅捧得佢太過高嘅話，做唔到嘅話咧，自己盞怒氣。參選嗰時就乜都得㗎，但係到佢做嗰個時間咧，如果做唔到嘅話咧，就慘㗎啦，係嘛？好似現任政府好多嘢未做到，留落嚟嘅爛攤子啊！每月發放3000蚊長者退休津貼俾啲合資格嘅長者，貧困嘅長者可以攞到每個月2200蚊。梁振英提出2200蚊俾經過入息審核嘅貧困長者，佢擊敗喺福利方面較為進取嘅唐英年，低收入長者又會點睇呢？梗係失望啦！點解啊？梗係老人家就梗係想係多啲啦，係嘛？都唔做得啦嘛。社區組織協會主任何喜華係社福界率先支持梁振英嘅人，佢話現階段最關鍵嘅係梁振英嘅班底。作為一個行政長官，你都仍然都要透過我哋嘅官僚系統咧去執行、去推行嗰啲計劃。如果下邊話俾你聽樣樣都唔得嘅時候，樣樣好多即係船頭驚鬼船尾驚賊嘅時候咧，你個構思幾好咧都唔能夠落實嘅。佢認為梁振英必須切實改善貧窮問題，唔係就好易失去市民嘅支持。無線電視記者李君雅報道。休息一陣先啦，翻嚟仲會報。